龍捲，唔係啊嘛？救命啦！係啊，香港又出現水龍捲啦。話說琴日喺南丫島對出海面，風帆運動員好努力咁練水，說時遲那時快，一股神秘力量突然聚集，形成咗肉眼都睇得見嘅水龍捲。喂，因住啊，唔好掛住睇啊！嗱，有個角度呢，就喺船上面拍嘅，唔怪得有其他人喺 Flash 度話想再游近啲，唔好啊你！嗱，呢個畫面就更加清楚見到水龍捲直捲入雲。天文台解釋，水龍捲其實就係夾雜咗水滴嘅雲柱。我講嘅都唔夠專業，都係文化專家啦。第一類較為常見嘅水龍捲，漩渦會先喺海面上面發展，然後逐漸由下向上伸展。當漏斗形成嗰陣，水龍捲已經達到成熟嘅階段。呢類水龍捲嘅生命週期同埋移動路徑都比較短，一般唔會持續超過20分鐘。而常見嘅水龍捲同雷雨係冇關㗎，大約20分鐘登陸就消散。而涉及雷雨嘅水龍捲就比較少見，破壞力都勁啲。其實香港呢間唔中都會出現水龍捲㗎，通常集結喺香港南部水域同東部水域。而今次呢個呢，就係今年天文台首個收到水龍捲嘅報告啦。你哋就話見到水龍捲好興奮啫，我呢就選擇保持距離啦。如果唔係，踢拉踢盡香港熱話新聞，請多多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踢拉各社交平台，支持踢拉繼續營運。